贵族的贵妇卡全部就乱七八糟，都係嗰隻阿芬啊！哦，小朋友啊，個交男朋友就被影響，他心情都唔好，來阿夫卡嘅還買動到就本意思脾氣是很嘅呀，他醉到頭暈腦邊，韓國貴族嘅呀，他全部是動，好倒起啊，動到空關的哈，壓根乜嘅啊，壓根就動貴呢，還有太板根，勇敢散哦。咪是有一些些嚟變嘅，唔過也按到，迄個老佢到底都冇菜呢。古時候阿 Q 妹冇做一件事情，阿 Q 妹也好來想一下，做得老也就好來老佢做料理，韓國好還係當高級嘅料理哦，按到鳳酒和牛肉，向下來看下二準備按到乜嘅材料。為咗也偏好鳳酒和牛肉，漢白假使講有生唔睇嘅鳳酒就唔是少了。好，其實也偏菜和基本來應該愛撈牛肉啊，韓國蔥頭啊，全部用鳳酒浸一暗步。唔過阿 Q 妹嘅料理全部就係以防片為主。故說你係一下想到講想要來煮嘅話，咩係做得嘅？一下先來撈食材，全部撈佢切啦，先來準備。基本意雖然愛準備嘅料當多，唔過煮嘅時間非常嘅簡單，就添冇嘅起碼一按樣就好誒。一下你就先來準備哦，撈青菜也都全部就要佢切啦。好，蒜頭要俾佢香嘅，就撈佢泡水，好泡扁。油米湯做得出來就做得咧，差唔多3粒。好嘅以後就放落去。好，接下來係人哋蔥頭哈，因為佢久煮以後會當好食，佢嘅甜味會全部出來。故說唔是切特色的，太的按樣就做得咧，差唔多半粒。好，接下來係人哋토마토差唔多用2粒。因為有鳳酒啦，有토마토酸油嘅味絲，其實係當掉搭嘅哦。토마토咩叫樣老幾切太的，好太的，低頭老幾切太，低頭切太，同樣好。토마토切好過後，然就做得來溫鍋切安尼，人參看你去個好食幾多就做得切幾多，像愛冇當好食人參，故說我就差唔多切半條，咪係咁樣切太去，因為要愛經過長時間緊煲緊溫呢，切太去，按樣好，按樣差唔多就做得咧。接下來後，人家下切好嘅也條青菜，全部撈佢先不用順風，接下來我來處理青蔥油嘅蔥點了。呀嘅蔥點好，阿 Q 妹愛清好食，唔過吼，我買牛肉啊，有上次去超級市場買嘅牛嘅肋排，有冇？肋條旁邊叫做牛肋條，其實嘅係有一系列貴嘅，韓國因為超級市場就安尼細包，就要200-300塊，其實當貴。故說阿 Q 妹當接去美式賣場，好太賣。重新買呀，哎呦呀，動態一包，雖然按呢一大包吼係700塊，唔過因為佢動態分量動態，估數算起來係比超級市場嘅牛肋條還較便宜呢哦。好呀，好，有想到講一貴太條都難處理嘛，冇想講阿 Q 妹搞太監，用嚟處理。呀，啲牛有看到，要到蔬菜冇？有隻蔬菜其實有個皮，皮啊，係講你拿來煎牛排。其實皮拿來煎牛排，因為知道都硬，全部就咬唔贏，因為嘅係牛嘅部分，佢本來就會有嗰種筋，像筋膜那樣子的一個構造。故說吼，部分當因為老佢切太，唔過切太阿 Q 妹又知道太大數，有隻蔬菜你拿來煲湯，又係講煮咖喱呀。其實片嘅牛肉經過久煮以後，你就會知道軟細嘅肉。故說下先來撈片嘅肉切太，切下細啲條誒。
切下细块条的以后，你就做得看到羊肉的纹路哦。其实羊肉啊，加个萝卜，也只蔬菜，吼，就是也筋，会当硬，也偏的筋的部分，也底度吼，其实拿来煎牛排是做得的哦。故说老也皮状态以后也底部是做得拿来煎牛排，也是讲炒牛肉的。譬如说有筋头的蔬菜，也是讲有筋皮的蔬菜，就做得拿来做牛排。故说按样就做得老贵的肉分类好的，基本日是爱用呀。哈，也部分，家下切下来嘅也部分就做得咧。家下就来捞呀牛肉，捞来裹面粉。做乜解裹面粉咯？因为全部捞佢细面混面粉以后，佢到锅底煎一下，佢那边就会形成一类薄敷嘅膜。一薄敷嘅膜后就会捞牛肉嘅水熟等，就唔会食起来糟糟硬硬。故时候，就做得来半日天锅煸烧一下。太锅嘅拿上来，呀牛肉啊就爱表面粉到底度来压，哦压面粉，腌落去，好佢压，差唔多有温度就做得咧。好，各位嘅天锅嘅油烧嘛，油烧嘅就做得来加油，油倒落去，好。等佢烧一下，一個葡萄當葱油哦，好，差唔多燒嘅就做得放落去，細面攞去煎一下，唔是煎到熟哦，也是愛攞去煎到咁樣，腦部有形成一個薄敷嘅外表就做得咧。好，牛肉细片攞去煎過以後啊，因為佢那邊有一個保護層，故所人嘅肉嘅水全部就唔會流出來，還會有個嫩水嘅口感喎。接下來所有嘅東西愛經過天鍋嘅炒一下，後來天鍋嘅攞去加油，傾下去。油變落去過後，人就做得老尾香嘅東西，就做得變落去了，像呀蒜呢變落去。本去煸，蒜呢含個蔥頭就做得攞去煸落去，炒啊，炒香來，好嘅以後呀，人參同토마토咪做得攞來煸落去了，青菜也就全部煸落去炒啊就炒嘅。好，攞佢炒一下，好，炒到差唔多以後就做得來撈加下煎過嘅牛肉放落去了，繼續再個俾佢炒一下。所有嘅東西啊，全部放落去炒一下過後，就開始做得來加青蔥油嘅鳳椒了。哦，一下做得啦，鳳椒來倒下去，哇！好，愛特別提醒大家，你愛注意吼，鳳椒煨牛肉嘅鳳椒啊，千萬做唔得買嗰種當甜嘅嗰種哦，嗰種就做唔得，因為會唔夾。聽說我有一些咧傳說，韓國唔係當甜嘅嗰種鳳椒這樣做得，韓國撒下落嚟加水，撈佢甜過食材，好，差唔多同食材平過，按樣嘅量，韓國撒下來呢就做得來調味料。做得來變呀tomato醬，大家會想講，奇怪，佢件變嘅次嘅tomato做乜解，還會再個加tomato醬咯？因為啊，其實呀tomato醬啦，次嘅tomato會有兩種無口用嘅味絲，tomato醬會有嗰種香香嘅味道，啊新鮮嘅tomato就係酸酸嘅味道較重，然之後咧下就撈呀tomato醬倒落去，撒下來係呢熱龜鴨。熱龜嘅鴨味好，其實啲西方人當然會拿來做料理，像呀溫柔，會本佢有無咁樣嘅香味哦。好，攞佢變落去，
韩国呢，撒下来就做得来不用盐了。亚个时间啦，爱不用盐做嘛个呢？因为你个进步进温的时间啦，盐嘅咸味就会落到呀所有嘅食材度好。故所亚下听说爱来不用盐。因为水量有较大的话，故所会变到较多一些的盐，我记得咯。变好盐以后，撒下来前面一个调味就是按呢胡椒粉，盐落去，韩国捞起搅搅啊。各位呢，当简单，手捞夹嘅个嘢，咸上来，好嘞。好，按样是本期薄，本期温，是一下过来看一下边边啊，冇本期夹啵，其实就做得嘞。迄讲平常师傅卡用嘅牙思路，出当地营养同样佢会做到出货来，系冇啊？唔过好，用牙天宝嘅做，你就唔是少了，鼓手底下就做得有好色嘅风就温用用做得色了。好，哇，好嘞，好嘞。已經差唔多煮油20分鐘到30分鐘誒，像按樣吼，規鑊嘅就會有一些嘅扭按钮嘛，按钮就表示啊，其實已經煸到差唔多了。韓國啊，有時間做得來試試一下人嘅肉，要按樣 Q 落冇，係講有嘅話就做得來食了，嗰時一下就做得攞佢撞到盤嘅度吼。好，平常愛記得羊肉啊。羅皮類啊，韓國湯啊，全部都會裝到來。尤其係啊湯吼，唔該你愛煸飯啊、煸麵啊、煸麵包，全部就做得咯。像阿權我人咁樣就愛來煸嘅法國嘅麵包，係唔係有？嗰種東西式嘅感覺啊！哦，講到我嘅口水水全部就會流出來了。啊，好以後然做得來再個鹽調味呀，你睇你嘅香料粉，好鹽調味落去。好誒，就做得像我屋下有種一些些嘅鹽味啲香嘅盆仔，做得落去變到水好。好，一下就做得準備落去食飯了。想到就知道多幸福呢。來，哇！放下麵包，按樣嘅甜分量，度好，唔是食飯咩？唔是食麵，從呀食麵包就做得了。好，來試試一下。哦，看好呀麵包有溫章，按樣濕就會軟哦。誒，阿芬打來呢？喂，阿芬，你還會當艱苦冇？哈？乜嘅？我就要好嘅哦。哦係啊，特別就按呢，好像草本嘅同事按到就點發動到錢嘛。乜嘅？喂。你看，佢兩曬要好嘅啦，一下可以同男朋友約會，天晚就兩個切團體，那要按樣嘅兒男嘅，還買就買得當多錢嘅。啊，所以啦，佢阿條好就好啊，佢阿條相處好了，唔是吵死嘅，就唔是這個脾氣食酒嘅。好啦，今日我哋食飯了，拜拜。